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15日AM新闻，我是嘉豪。由新鲜特殊台头先就来报人在。美国参议员访问台湾，可在引起中国的不满，虽宣布15开始，搁要伫咧台海附近进行海空的军事演练。高雄有一个起厝工地海边7栋徛家起，起变做是危险建筑，这个建商也出面回实咧，也强调会担起责任。甘埔这诈骗案才发生，已经有340人通报要讨救兵，警方也去到关注民部落宣传，防止民众向怪去。新闻一开始，赶紧来关心咱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增加15596个本土病例，中重症33人，死亡个案也有22个。而且国内出现头一个 Omicron BA.4 的本土病例，可能是一咱家庭的群组感染。另外，这 BA.5 病例伫咧本土内面一下就增加33人咯。指挥中心伫另外又再宣布讲，对9月初开始，民众入境3+4的措施，后面4天会当登到处理，进行一人一室的隔离。咱国边境检疫放令，疫情指挥中心宣布，9月初起入境维持3+4检疫天数，不过后4天自主防疫期间会当登去厝一人一室，不过袂当住一般旅馆。一人一室的状况下，尽量还是要遵守这个防疫的规则，不要跟家人这个接触，共餐，避免把这个病毒传染给家人。虽然边境豆开放，不过国内Omicron变异株疫情也慢慢升悬。指挥中心公布最新定数结果，北中南1窟仔检出33例 BA.5 本土病例，甚至还佫出现头一个本土 BA.4 个案，是北部30多岁男性，包括带做伙家庭在内，有4个人阳性确诊，疑似家庭群聚事件。感染源犹太厘清，全台 BA.5 占比也来到15%。那他单位同住家人，我们都有这个在安排做一些采检。如果说 CT 值够低的话，就病毒量够高的话，我们也是会后送来做定序。指挥中心表示，目前社区继续监测 BA.4、BA.5 疫情，有高上紧2礼拜了后会升悬。若以模型来算，上严重的时阵，单日恐惊6万例确诊，上加有高是每天增加3万例。各种的这个模型都有了哈。那预计如果是比较严重的状况，可能会到这个每天6万人左右哈。那这个比较低的推估大概是3万人。在新冠本土疫情方面，15拜一增加15596例本土病例，中重症有33例，是104天以来新低，死亡有22例。重症个案中有一个是6岁查甫囡仔，并发免死死，也咧住院治疗。所以呼吁家长伫后一波疫情来的时阵，赶紧带囡仔注意后，以降低感染甲着病了后的并发症。记者综合报道。讲到第4回快筛检验制今仔日开始施行，这届政策较特别，无分这身份证号码，码数是双的也是假的，民众一个人上济就会当买10支。而且专家也认为讲，这秋天过后疫情搁再夹起来，为着要顾到这民众的健康，台北市政府也呼吁民众爱赶紧去做疫苗，甚至推出做疫苗措施，鼓励民众赶紧来做。核对身份甲资料，再搁接受医师的评估，确认无问题了后，就去边仔排队听候。下晡台北市承德市场内，为少民众来排队做疫苗。早一点打嘛，他们就讲比较不会有重症，很厉害，蛮厉害的。今天就来打第4剂。因为国内专家而且秋冬季疫情的反抗，为了提升保护力，台北市也推广65岁以上的长辈做第4剂。除了坐车用邮件通知以外，也延长医药平台服务时间，提供联医院外门诊部、病院的特别门诊现场挂号，也可会当到厝、到机构，也甲集团来做。从工位学上，很可能在9月上旬洪峰要出现，该打都要打。我的目标是不可以低于90%，低于90%的列为今年这个评鉴的项目。另外，国内第4轮快筛实名制15礼拜一开始卖，这届无同的是每人上济会当买2份快筛剂，一届买也是分开买拢会使，一份内底有5支，同款卖500块。另外，0至6岁学龄前婴幼儿，另外会当免费领一份5支快筛剂。因为听说8月可能会再创高峰了，所以想说备货囤着，以备不时之需。根据回报的话，到早上11点为止，那是卖出了9449份。好，那另外0到6岁
免费的这个部分也领取了6952份。王必成表示，快泰是明仔第4轮实施第1天，整体特殊良好，系统也正顺，即卖会当买2份，民众会当因应疫情来提早准备。另外，127万剂 BNT 幼儿疫苗会伫这个礼拜会到到啊，到台湾了后先进行检验，一定后礼拜开始做。记者综合报道。伫咧高雄前金区自强1路站有一个新建案施工，所造成边仔这透天厝所规栋起起。这个土木技术工会鉴定了后，认定边仔这7栋人家厝已经是危险建筑咯，就要赶紧拆掉。下晡有生土架甲这歪起的厝塌掉咧。经过鉴证，若准安全，明仔早起会当互民众登去摕物件。这20名民众拢先安排去大旅馆，费用的部分建商爱担起责任。吊车甲钢条吊起来，角度算好了后放进去，甲这个厝形成直角的三角形。互歪起的厝除了怪树以外，搁再加2个支载的所在来保持安全。15时继续来监测，若厝车起的角度规支在1/19无搁增加，就使互民众登去厝的摕物件咯。一个监测到底有没有再继续有变化？没有变化的话，大概明天早上我们的住户就可以进去说必要的东西可以带出来所以明天早上应该都可以了。那晚上当然我们不认为晚上进去比较好，因为没有电了市府车建筑土木甲结构技术工会共同会勘了，发现这区的地层地下水文较复杂，下面属粉质的土壤，土层较软，施工的难度较悬。推估是施工时无预防地下水真紧就一直来放落去，而造成徛家遭到毁损。我先见边仔这7户列做危险的厝，后续伫拆除，也撤离20人，管制人员来出入。因过互撤离的民众，有的人连高血压这药啊拢袂好摕，更加唔甘住40年的厝受到毁损，就算无法度入去，嘛要倒来现场关心。没办法就要住在外面就是重建而已等到他们这边地下室盖起来，再来才可以做说实在很不方便临时突然被撤离，只能带个行动电源。受到安迪的民众拢住伫咧徛家附近的旅馆，建商负担旅馆的费用，也答应啦7户拆掉了后，住户需要安迪来负责。不过有住户建议住伫咧政府的社会主体，以便一直爱搬厝。市府是回应民众提出需求，拢会参考并且予伊协助。记者综合报道。起厝起甲隔壁这厝拢规个量要倒去，这施工造成车路逼去以外，连这边啊7栋厝拢爱来拆掉。这个起厝的建商有甲厝主进行头一届的协商会，建商也讲会担起责任。不过，这个起厝工地已经是第2届车路逼开，损害到人的人家厝民意代表认为讲，这市政府拢无伫咧监督。90度鞠躬向住户表达上大的失礼，施工造成路面逼起，连带使得7户民家变归楼。建商答应会负全责，也毋过除了列为归楼的厝之外，也有几户民家损坏。太热落到龟头卡地板歪起，铁门关袂起来，表稍微会当看到另一个空间。够强的话，你还敢住吗？当然不敢那个整个都变形啦。我比较想要就是出去先租房租房再说。民众讲唔敢住，也毋过市府回应，专业技术鉴定主结构无问题，会当透过修缮复原，会协助求偿。我们在这个所有地盘全部都稳定之后，会全部从这山上全部所有的范围的住户，只要你们提出，我们全部都监测。建商强调会负起全部责任，只要民众提出需求，经过专业鉴定，拢愿意赔偿。也毋过无毁损的厝，这2天却因为停水无水通用，爱摕水桶接地下水真无方便。也讲会关到放弃，也是路边逼起的情形搁发生。烦恼是但是嘛是爱容易解决啦。要求公务局对相关的这个建商进行最高的行政罚则，我也下令移送法办。市长陈其迈讲谈话，要将建商依法法办，也国民大业质疑市府监督不力。这边问题讲出来不要再像陈忠诚一样，要是推要求这个厂商一定要做好这个赔偿跟安置的责任市府回应已经成立专业小组协助受灾户，也毋过头一摆的协调会无讨论到赔偿金，将第2日举行第2摆协调会。建商的工地若想要复工，爱伫市府甲建筑结构3大技术工会的鉴定安全无顾虑，佮加住户赔偿达成共识之下，才会当复工。记者综合报道。
咱来看地方的选战，桃园市长选举对这林志坚换作是郑文平，不过民进党前立委郑宝清有风声讲会离开民进党来选桃园市长。郑宝清强调，无论是换人或者是党内初选，拢无感受到民主。国民党参选人张善政就学了郑宝清敢讲话，民众党的赖香玲也认为郑宝清是真冤屈。选举看板也阁挂掉的，同市民进党议员拼起来也是林志坚，论文风波冲击真大，民进党赶紧换人，改由立委郑文平来选。不过即嘛传出前民进党立委郑宝清真有可能脱党参选。走了一个抄袭的，又来了一个挺抄袭的，很多人要我参选，我陷入了天人交战，内心非常的痛苦。毕竟民进党是我多年付出疼爱的党。结果出来，一直到现在，其实他的动作跟行为都没有改变，这样的一个情形已经持续很久了，所以我并不认为他是所谓的变数。郑宝清表示，换人选也是跳过初选，两届提名连一点民主的车尾灯都看无，真伤伊的心。到底是毋是要脱党参选，真两难。换人了后，当选前进入新阶段。民进党立委黄世杰对当选前有信心，不过若是郑宝清脱党参选，恐惊原来会扭走郑文平的票，对手会变作更较好选。郑宝清前一阵子在民进党内仗义直言，不畏惧压力，我对他非常钦佩。如果他要出来的话，我尊重他。一直没有初选的机制，让他心里面愤愤不平。到这次换监之后，也没有再采取说更公开、公平的方式。我认为他是被2次受伤的一个资深党员啊，也为他抱屈。确定选桃园的郑文平头一个礼拜无公开行程，互人讲这是选举策略，也引起讨论。郑文平15暗要出席西雅会交接典礼，伊伫面册写文章讲礼拜要落南去高雄探望丈人丈母，转换身份爱当面向长辈报告，佮讲感谢大家关心。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北市的选战焦点，继续放伫咧内湖的交通问题。民进党参选人陈时中认为，批评政策就要用头壳，说互对手蒋万安口说是大官好。陈时中也回应讲，目前家己无做官，颠倒是蒋万安也是立委。另外，最近台海局势当咧紧张，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去访问中国行为，黄珊珊就批评讲，时间点若无妥当，就是去投降。但市长也讲，这双城论坛不应该是伫咧中国军机扰乱台湾的时阵举办。不过，蒋万安认为，莫甲双城论坛的本意想歪去。野乡参拜，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行程真满，为内湖交通政策拿力白有真侪个对象。陈时中讲，批评政策爱有脑筋，也互人解读是伫呛里长无脑。对只有蒋万安口说极大的官威，陈时中对这句话有意见。不过，对于好大的官威这句话就蛮有意见的哈。我现在只是一个努力的在寻求大家支持的候选人，我没有任何的官职。好，那倒是哈，蒋先生现在是立法委员。选前话题搁热起来，还有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访问中国效应，黄珊珊加强火力，这拄批评时机无适当，就叫投降。陈时中搁赞声讲马了真好，不过也批评双城论坛无应该伫强机扰台时阵举办。不需要刻意曲解民间要协助台商台生的心意。其实台北市政府也一直在举办跟上海的双城论坛，我想也就是希望能够两岸之间维持一定的交流跟对话。然后郭文哲当做接班人的黄珊珊，到今嘛也未宣布请辞参选，和马亚议员批评霸占市政资源。实质时间点到底是什么时候？我不会为了选举然后耽误我的工作，所以我先会把我的工作做个高个阶段。因为现在蔡副市长在生病。若是蒋万安提出就网络医药公车证件，台北市长郭文哲坦白讲这无实用，佮讲若做要安尼做，去坐计程车就好。不过蒋万安声明讲，政策创新若做因为负面影响就放弃改变，安尼就未进步。伊佮讲伊会重视批评，会甲政策制定得更加周至。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最近的这柬埔寨诈骗案是一发生，今年顶半年就有340位民众伫咧讨救兵，行政院下令警方就要赶紧调查，进行海外救援。昨暗时有8名去防备去缅甸的受害者平安回来到台湾，而且屏东的警察也去到原住民部落宣导，防止诈骗再发生。这寡受害者也出面呼吁大家千万唔通互骗去。在这里向各位村民宣导。
国人受诈骗集团诱骗。屏东警方到原民部落宣传反诈骗，因为经过清查，去年10月到即马，原来有27个人出国去柬埔寨，其中14个人是原住民青年。有家长就证实，囡仔捌互人骗去，好佳在已经平安回来。就是朋友，就是可能会拉一个，所以我觉得朋友的话还是不要去听信，只要是说去出国玩的那种话。我觉得都不要相信，都是骗人的。彰化有信社2兄弟投资虚拟货币变做人头户，搁签借条，互诈骗集团逼去柬埔寨工作还钱。登记前，互警方拿查解救，到即马也搁心惊惊。要我们去柬埔寨替他们公司工作4个月，才愿意把借条跟保管条还我们。不配合或报警，就要对我们家里的人不利，甚至扬言都要杀死我们家人。因为柬埔寨工作诈骗案件真多，行政院已经执行国教合作，即马也开始进一步跨国救援。刑事局14接到泰国政府通报，有12个国人互人转卖去缅甸，伫泰国去互警方查落来。驻泰代表处查证，研判其中8个人可能是人口贩仔的受害者，另外1个人是共犯，有3个人无愿意回来，怀疑是集团的成员，暂时留伫泰国。这12名国人当中，初步鉴定有9名可能是有被害人的身份，那其他有3名可能是非被害人。那这3名他们目前不同意返台。已经在国外的机场拦截，有救回来，同时也已经在法院拘押6个人。我们就是1救回，2详查，3追究。行政院下令警方严办铁闸，不过根据外交部统计，今年顶半年有6400多人前往柬埔寨，目前拢总受理340个人求助，恐惊也个无查到。最近根据外国媒体报道，泰国警方拘留一个姓谢的中国生理人，涉嫌经营非法教场去予国际通缉。全球反诈骗组织是指出，伊原来是缅甸 KK 园区的物主之一，不过案情也有待调查。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若阵这趁钱较好趁，伊家己趁着好啊，何必来报你趁呢？今早起咧，警政署长黄明昭落去到这桃园机场，视察警方伫机场的宣导业务。也因为这款诈骗案要靠官方救人是有困难，早起有3名的国民党立委和相关警员，就飞去到柬埔寨，准备要和当地台商见面，看安怎透过民间的管道来建立救援机制。航警举着牌仔顶头写着，请旅客爱注意去海外工作的骗局。最近常常听到国人互人骗去柬埔寨，遭受到非人道对待代志。警政署长黄明昭早起到桃园机场，针对柬埔寨的代志问勤务执行的情形。伫最近半个月期以来，已经成功甲26件案件查来。这26件呢？有一个部分呢，是我们配合刑事局专案，就是他们得到情资。那另外呢，我们在现场观测有可能潜在的被害人，而去做关怀提问，而成功拦阻下来有14人。从7月底到昨天为止，拦阻的件数呢，总共是26件。警方一直宣导有防民众被骗，不过有国民党立委认为政府做的也无够。那遐3位立委郑正谦、洪明凯甲吴思怀，以国会外交名义，15到柬埔寨甲民间团体讨论救援的代志。台湾民众在柬埔寨受到诈骗的状况，大家都非常关心，也因此这次利用国会外交的名义前往柬埔寨来做了解以及进一步的沟通。由受害者的家属质疑政府无作为，有国民党立委讲，警政署接到300多位受害报案，警方对去柬埔寨民众的家属进行访视了，发现也有100多人无报案，乌数真多。我们现在从 NGO 所提供给我们的资料，我们恐怕2000个、3000个、4000个台湾人，现在正沦落在柬埔寨。国际合作、两岸合作。其实，在案件上都具有高度的困难性。这个部分是我们警政署一定会做，也已经在做的。国民党团要求政府跨部会合作，有更加积极的作为，阻止柬埔寨诈骗。也建议警政署应该针对去柬埔寨等国家的国人，透过事先的审查，分缓冲时间，以免国人再被骗。记者综合报道。
8月19日是塔利班重新执掌阿富汗的日子。这一年来，这阿富汗的女性权益甲自由受到真大限制，包含任何一个查囡仔读上过济册，成年的女性敢若会当踮伫厝里。塔利班执政了后，互女性的权益是退步真济。这个叫做拉西蒂的查某囡仔，甲妹妹两个人伫客厅读册。今年16岁的拉西蒂原本应该伫学校上课，读高中1年的，但是因为去年8月塔利班掌握阿富汗的政权了后，就开始限制查某囡仔读册的权利。所以即马拉西蒂只好偷偷去上私人的教育课程，但是这根本毋是伊想要爱的。伊想要读高中、读大学，正式摕到文凭甲学位，才会当完成伊将来想要做记者的愿望。بعد تحصیل خود ادامه بدم و از صدای کسایی که مثل ما و در خانه هستن میخوایم صدای اونا را به گوش مسئولین برسونیم。少年的查某囡仔袂当阁读册，成年的女性是无法度阁做过去的头路。45岁的沙法里过去是一个警察，有稳定的收入，但是塔利班政权规定查某人爱伫厝里，袂用出去外口食头路，所以原本2万几个查某警察一时啊全部失去工作，一个人爱饲一家伙仔的沙法里，只好去帮人洗衫、摒厝内，但是赚的钱实在是无够用。看到家己过去做警察时阵的证书，即马伊连后一顿要互囡仔食啥拢爱烦恼，想起来都样样要流目屎。塔利班组织伫2021年占领首都喀布尔，重新夺回政权，嘛开始对阿富汗的女性提出种种的限制。但是有一阵阿富汗的女性唔惊危险，勇敢行上街头抗议。伫这个女性团体当中，带头的穆巴利兹，伊原来是伫阿富汗财政部上班，为着要替阿富汗的女性争取自由甲权利。这阵女性唔拿上街头，嘛透过网络来发声。虽然常常拢会受到各种的威胁，但是穆巴利兹讲，因绝对无要放弃。من مطمئن هستم که اگر قرار به این باشه به طور مثال خدای ناخواسته یک جنبش ما به شکل فیزیکی کشته شود از بین برده شود ولی کسای دیگر میمونن که صدا بلند بکنن。为着要逃避塔利班政权的迫害，嘛有一寡女性选择离开阿富汗，逃去其他的国家。就亲像艺术家拉达，伊伫去年来到法国巴黎，看到国际社会已经渐渐无伫关心阿富汗的问题，拉达感觉真伤心，嘛真失望。The world is not even talking anymore about what is going on there and what is happening and what is the resolution or solution. It's very heartbreaking. 加拉达同款是为阿富汗逃到法国，伊早伫阿富汗做记者的沙亚斯讲，伊虽然嘛常常感觉真悲伤。但是，伊要将悲伤变作力量，透过写文章，透过出册，为济当伫阿富汗受苦的女性同胞发声。记者甘延恩编译。魔鬼诗篇作者75岁卢西迪，8月14日演讲的过程，煞有人去解台，他一个便当箱。虽然目前是无生命危险，不过伊一对目睭可能会青面。卢西迪方73医经过1礼拜治疗，目前已经会当讲话，无需要呼吸器。根据家人描写，卢西迪也会当滚耍笑，也毋过伊的伤势真严重。阿妈棍面、腹肚、胸坎甲大腿拢有刀伤。根据人表示，刀伤恐惊影响手骨的神经，也伤着肝，就愈眼睭的视力可能保袂掉。卢西迪在伫纽约州演说的时阵，互人擦着伤，嫌犯当场放制服。是来自纽泽西州的24岁黎巴嫩的查甫人哈迪马塔尔。经过调查，伊身上有伪造的身份证明，检方以有无杀人等罪名起诉。目前审判法官下令伊袂当交保，检方也当咧调查伊敢是单独犯案。And I want it out there that a man with a knife cannot silence a man with a pen. 卢西迪一向增加批判极端宗教甲政权，得到英国不可讲的5夜之子批评印度女总理印迪拉甘地，也有魔鬼诗篇和穆斯林看作是侮辱先知穆罕默德，和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列为禁册。伊拢这个领袖霍梅尼也下对杀令。卢西迪被标走去英国流亡80年，死亡威胁得到伊30多年。另外，哈利波特作者 J.K. 罗琳推文表达关心，所互网友回应后就轮到你。好莱坞女明星安海琪车被赛车冲入民家厝，引起回烧车，因为头壳受伤过重，昏迷1礼拜了后，医生宣破脑死。
家属决定挽掉卫生系统，佮安排捐器官的代志，结束53岁生命。美国媒体报道，安海市车祸进前参加拍 Careless 录音，讲到家己心情不好，所以啉酒。警方采集现场留落来回忆，发现有骨科碱加止痛药的成分反应。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伫埃及开罗有一间教堂，伫咧做弥撒的时阵，可能是电线烧拍颠倒火烧。大家当咧逃命的时阵，因为人打人，造成41个人死亡，这内面有15个是囡仔。这台轿车互大火烧甲爆炸，规个凹鼓鼓。教堂门口的楼梯为压甲规涂骹，内面烧甲规个拢乌臭焦。当当时内面的人一定真惊。الناس بقت ترمي نفسها من فوق لو صوتت عربية ابونا عبد المسيح لحد الوقت 60 وفي اطفال ما عرفوش يوصلوا لها。14早起9点左右，伫咧吉萨县尼罗河西边，大部分拢是劳工阶级的188区阿布时分教堂突然间发生大火，迄当阵有大约5000人伫咧参加弥撒，当局派15台消防车去拍火。有人讲火甲教堂的出入口挡掉的，大家惊吓吞下，死者真侪是囡仔。تحت الدور اللي تحت في حضانه اطفال وفي فوق حضانه اطفال بدانا نشوف من بره ان الموضوع بيكبر الدخان بيزيد وناس عايزه تنط من فوق 警方讲初步调查怀疑是电线烧拍电，内政部讲因发现火是自2楼一台冷气机开始烧。الكهرباء كان قطع وهو كان شغال وبعد كده غالبا الكهرباء جت ابونا مش هتريح وناس كتيره طبعا تريحوا。埃及卫生部讲，这是最近这几年来伤亡上严重的火警之一。路透社报道，埃及一个消防法规抑个安检方面执行无够力。去年3月，开罗附近一间做衫的工厂就发生大火，造成20个人死亡，24人受伤。公司新闻黄云玲编辑。澳洲这个月以来，已经要到有66万公顷的土地去互野火烧过，其中西班牙上严重，去年就发生388场的一个野火。另外，澳洲主要的河，亲像是多瑙河来因河，也因为这水位严重下降，出现枯旱危机。暗时野火一直炭烧，冲到天边。西班牙蒙卡约山区遭到野火侵袭，对深夜炭烧到日时，救援的直升机加消防车是拢出动来拍火。Pues la noche ha sido intensa. En estas circunstancias las noches suelen ser movidas porque es una emergencia que nosotros decimos que está viva porque no sabemos cómo va a evolucionar y entonces se trata de valorar las necesidades que hay, las personas que hay desplazadas para que sean atendidas a nivel psicosocial y a nivel de capacidad de poder estar alojadas, durmiendo, seguras y alimentadas. 另外的民众吼疏散到安全的所在，着急等待也是规暝拢无困。Sí, tiene una casa mi hijo ahí en el santuario y estamos viendo como que parece que no lo hubiera tocado, pero no nos deja ver ahora por el humo este que está aquí, ahí abajo. Así que preocupados, imagino. Y ¿qué te parece? Sí, toda su vida está ahí adentro. Todos los recuerdos, dinero。根据统计，今年以来，西班牙已经发生388场的野火，野火加26万多公顷的土地拢烧掉，比欧洲其他国家拢也较多。欧洲这1个月来，已经有将近66万公顷的土地互野火烧掉。欧洲互野火烧掉土地公顷数已经创下对2006年有数年以来新高的纪录。专家提醒，更加接较长时间，真热天气就要来咯。另外，澳洲也面临可怕情形，多瑙河内因河这大河的水位是严重下降。气象专家讲，澳洲因为旧也无正常偏强，近2个月来拢无明显的落雨，短期内可怕情形难以解决。记者综合报道。美国联邦参议员马基昨带团访问台湾，今仔日拜会总统蔡英文了后，随去立法院拜访外交甲国防委员会。这届美国的访问团强调爱共同捍卫自由民主的价值，而且也有讨论到美国对台湾的战略是爱讲明或者是含糊等议题。你也是认为讲，这战略就爱愈来愈明，不过那也是惊这两岸情势会愈来愈紧张，认为是爱较保留。美国空军的行政专机15下晡3点45分飞离开松山机场。美国参议5名参众议员结束不到24小时访问台湾的行程。这摆成员包含民主党籍的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马基、众议员加勒曼蒂、卢文索、贝耶，也有共和党籍的众议员罗德维。是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来台湾访问了后，2礼拜来，佫有国会议员组团来台湾。总统蔡英文也接见访宾。蔡英文当面讲到，中国伫台湾的周边来军演，严重干扰区域的和平甲稳定。
台湾和美国一直是共享民主自由价值的坚定伙伴，我们希望继续深化和美国的合作，共同维持印太区域的繁荣及稳定。My support for the U.S.-Taiwan relationship has only strengthened in the more than 40 years since that important vote. 美国访问团也到立法院拜会外交甲国防委员会立委，双方针对台美关系、区域安全甲军事现况这议题来交换意见。不过，并无讲到具体军事项目。听讲会中美方人员帮问立委，美国对台策略应该采取清楚，也是无清楚的策略。美国对台的战略模糊是否应该调整，走向战略清晰，让中国清楚地认知到你对台动武。美国的红线在哪里？那以及中国要付出的代价，他无法承受，而且会战败啊。战略清晰的话，那表示说美国对台政策将会从有条件的防卫变成无条件的防卫，是不是符合美国利益？这个是美国自己要做考虑。马基里推特发文章讲，此行美国重申对台湾的支持，鼓励台海稳定甲和平。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学者甲来疑讲，有计年底前也有另外一个国会代表团会来访问台湾。台美的关系升温，最近会启动的台美21世纪贸易的倡议谈判。政务委员林正中也透露，台美未来几天会启动谈判，希望年底有小范围的成果。明年希望完成谈判，终极目标是签订自由贸易协定。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国会议员过来台湾访问，引起中国不欢喜，遂宣布东部战区对8月15日开始，要伫台湾附近的空海峡进行战备演练。行政长苏贞昌表示，全世界对台湾的关心支持的国家，拢会热烈欢迎，绝对无用温这歹厝边伫遐讲东讲西。中华民国空军广播，位于台湾西南空域，高度70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您已进入我空域，影响我飞行安全，立即回转脱离。美国国会议员访问团来访问中国，继续派军机侵扰咱北部、西部甲西南空域，加进前对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带团来访问真不满的军事做法同款，各发动实弹射击演训。北海海峡为12至18、10点，黄海海峡为15、8点开始到21的18点，想要对咱国家美方施加压力。美参议员马基一行不顾中方严正交涉和坚决反对，执意窜访中国台湾地区。美国少数政客与台独分裂势力沆瀣一气，妄图挑战一个中国原则。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在台岛周边海空域组织多军兵种联合战备警巡和实战化演练，就是对美台勾连挑衅的坚决回击和严正震慑。另外，中国军机军舰也为这个月军演开始超过海峡中线，为8月7日公布开始公布军机超过海峡中线，加进入西南空域数量了后，到15下晡5点，总数量是136架。而且逐天拢超过10架。咱国目前因应方法是以较侪战机加舰艇伫中线附近牵制对方。另外，中国军演也公布未来可能对台动武的战法。根据了解，咱军方同意这项调整相关防卫战术加备战的能量。我们对于全世界对台湾关心支持的国家朋友都热烈欢迎。我们不容恶邻居说三道四。经过中共这一次的军演之后，我想未来台湾的这个不对称兵力的发展会更加的就是明确，特别是机动型的防空飞弹，可以有更高存活率以及更灵活的部署。未来台湾的防空还有反舰的能力，就是一个不对称兵力的主角。各界分析，中国未来若早入侵台湾，第一轮可能发动导弹攻击重要军事加基础设施，所以对咱海空防守。学者认为，会当移动的防空加反舰飞弹能量是防卫关键，也是未来备战重要方向。记者综合报道。基隆目前当咧欠水，特别是信义区甲中正区较严重。基隆市长林右昌今仔有去到水头了解情形，要去社区视察。不过，这欠水已经欠几多工路，民众拢伫咧埋怨。自来水公司也赶紧派水车来服务民众。拍开脱水池的铁罐，往内底看，水强要打底，就算消防车会甲压水管有慢慢灌水入去，不过对这个社区250户居民来讲，确实无够。正伫8月以来，基隆水情食力，平和由正常的拿丁转为较暗的青丁，信义区甲中正区的部分高地区域欠水严重。
利用消防车的这管路的压力，把它水打到我们福海宫这个后面的这个蓄水池。60吨的水上来，几乎每一天都要再重新，隔天就马上要再补上来，不然的话还是那个缺水。基隆市长林佑昌15早起先到江水水源的新北市空仔寮坝了解水情，下昼搁到基隆信义区的高地区域的社区视察江水情形。水车是陆续将社区水塔暂时灌满水。这个社区部分住户欠水真侪工，逐工拢爱灌水桶灌水，民众真不满。我第几天？6天了，明天就头7了。灌水入去的时啊，伊这台车来讲吼，这动的人洗一遍衫都无够啊。可能在月底大概8月26号之后，可能有一波的锋面有降雨，才有办法来解决这一个旱象。民众批评社区一到热天水拍不起来，造成欠水的情形。长期存在也无看到相关单位改善。也毋过基隆市府表示，这摆欠水的原因是台北嘉山区真久无落雨，造成空仔寮坝入水量减少，已经甲水公司合作加强改善江水。特别是8月22、23吼，这2天吼，爱注意讲菲律宾东边这个地企业伊的发展。各地面对连日高温、无雨欠水，气象专家表示，29、24、5号西北部山区会有局部南山低渐性雷阵雨，也爱观察23会伫吕宋岛东方热带性低气压形成的状况，甲后续刷动的趋势。记者综合报道。移民署台北专勤队有抓到一个专门咧做假证件集团，其中主嫌本身就是失联移工，伊对外讲会当提供台湾的居留证、身份证等证件。移民署要查到34个外籍人士利用假证件伫咧食头路，目前也搁伫咧追查一寡假证件去向。专勤队的人员入来到一间大楼，甲4枚的主嫌甲抓起来，随即伫房间的柜仔内底找到电脑甲印刷的设备，也有真侪伪造证件成品甲半成品。加啦！专勤队的人员抓到包含4枚的主嫌甲另外3个伊的共伴，另外也有34个越南籍超过期限失去联络的移工，要因买假证件。台北专勤队讲，越南籍4枚的女子本身就是失去联络的移工，却是经由网络甲社群的软体，向同乡讲会使提供各式的证件，也提供这个量身定做的服务。当场查扣电脑、印刷设备、伪造居留证等犯罪证物。移民署估计，这个假造集团对去年开始运作，到即阵估计制造上千张的假证件，不法赚的钱有上千万。专勤队以假造文书、诈欺、组织犯罪这些罪嫌来上班。另外，移工团体讲，因为台湾欠工的问题真严重，被请移工的人往往伫唔知影情况下，也真侪假证件受害者。就是如果这个工人可以非法的移工可以这个提出证件的话，我把证件传给你看，拍照传证件给你看。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当他不是持这个正式的正本的这个居留的文件的时候，其实他很容易，雇主就在这种不明就里的状态之下，就雇佣了一个非法的移工。协会常务理事齐瑞希讲，即阵初步伫台湾失去联络的移工甲超过期限居留者有10万外人，而且逐年的增加，原因是台湾欠工真严重。要请移工的人，除了应该经由正常的管道来申请，嘛要检视移工提出的正本的证件才有保障。记者综合报道。台东太麻里最近这金盏当咧开花，不过凭英国花期是晚差不多半个月。今年所种的这金盏的面积大约是减真济，加上采收期间欠工人，真济花农已经改种其他的农作物了。海拔1000多公尺的太麻里乡金针山忘忧谷，即马山坡开满金色的金针花，吸引不少游客来赏花。要降到6、7度，加盖舒服。之前都是去60担山，可是不知道金针山也是这么美。以早台东的金针花伫8月初就开满金针山，不过今年已经到8月中啊，才伫高海拔山区看到。农民讲，去年甲今年的天气相好，欠雨水，金针花期甲采收期变短，加上找不到采金针的工人，金针的收成哪来无好。原本山区有10多户的金针产销班完，即马剩一半，其他农户拢改种别项的作物，已经看袂到规山头金黄色的金针花海。因为花季比较慢，所以花少人也好像相对比较少一些，对，所以会感觉到比往年还比较暗淡一点。这个即摆要请工人较歹请，所以即摆为拢放弃啊，无咧做这金针行业啊。
官府统计，12年前台东县金针面积也阁有200多公顷，即马只剩560公顷左右。为了挽救金针产业，太麻里乡公所今年特别提悬金针受气候影响欠收的补助，每公顷会当补助10万。8月27也要伫金针山举办加油音乐节。记者综合报道。伫台南有一间100年历史做苦桶、做人参的老店，目前传到第3代，因坚持用手工伫咧做，两个兄弟啊做伙拍拼，希望这传承技术会当继续传落去。看两个师傅徛伫下嘟嘟的店内做工课，这是台南一间有100年历史的茶汤店。高达传到王开宏、王炳文这对兄弟的手艺已经是第3代啊。因坚持用台湾的竹仔、檜榔起做人参。吹出来的物件有自然的清芳，吹粿啦，吹包仔馒头啊，吹肉丸啦，人参吹起来甲青囡仔吹起来的口味还无啥共款。人参第一伊的保温，第二点无像青囡仔较有滴水啊，所以人参有特定的人咧用。要做一箱人参实在无简单，要先用插片箍做一个圆箍仔，摕铁箍固定。然后伫圆箍仔内底，搁洗一圆插片，落尾才甲竹仔破做薄薄一片一片，变做人参的底。头家讲，这一步一步做起来是真无聊，就要有耐心才会堪入。做阮即种哦，得要有耐心啦。你有当时你嘛是会去用刀啊，还是竹啊，还是茶刮着、搓着安尼啊。上要紧的就是吼，像即种的天气吼。阮是拢无咧吹冷气啊，搭吹电风尔，所以吼有个少年啊，伊无爱学啦。豆豆啊，可能愈来会愈没落，愈来愈没落了。一直做甲咱袂做，就是退休安尼啊。头家佫讲，因兄弟仔做的人参注重耐用天然，选上好的材料，用上认真的功夫，所以人客拢知影因的用心。每组客户拢已经交管真侪档啊，兄弟仔两人嘛希望一直做落去，继续传承这项老工艺。记者综合报道。云林古溪是台湾咖啡的产地，不过伫南投仁海乡的环境也真适合种咖啡豆啊。乡公所今年头一摆举办煮咖啡比赛，希望外界也当来了解到真爱乡的咖啡豆啊。磨好咖啡豆，烧水温温啊，甲呛落去。来自各地的参赛者真专心咧煮咖啡。这个比赛是南投仁爱乡的公所举办的，邀请21位无共县市的咖啡专业人士和仁爱乡的咖啡农做伙比赛，互相交流技术。如果借我们这次这样的一个冲煮咖啡的一个评鉴，我们乡内的乡民都会看到一些不同的技术，这样的话才能够跳脱过去所谓的只有一级产业这样的一个模式哈。每一次的经验也都是非常宝贵的，所以这次的比赛，我觉得在我整个学习的历程也是非常重要的。煮咖啡也是一项需要累积经验知识的技术，温度的控制、咖啡的重量、产地的选择，甚至是水呛落去的方向、日头，拢会影响一杯咖啡所呈现的滋味。因为农民其实一般是很少能够接触到技术的部分啊，对啊，那公所就是把技术带进来，那所有农民他们就知道现在外界到底资讯跟程度到哪个地方。透过这比赛，其实也是推广了香港高山咖啡产业。仁爱乡最近这几年有愈来愈侪人投入种咖啡的产业，公所希望透过这个比赛，让仁爱乡的咖啡农会当学习无同的能力，也通顺速推广在地的咖啡豆。记者综合报道。传统艺术中心甲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合作，最近正咧举办音乐家陈树之过身30年的纪念活动，希望民众透过这展览、演讲甲音乐会，重新认捌这位对台湾影响真深的音乐家、教育家甲宗教家。优美的合唱歌曲作曲家是陈树之，1911年出世，是台湾第一代的钢琴家。所以伊就是西洋的技法，啊，不过伊的主要的旋律可能会掺一寡五声音阶，安尼咱的耳朵听起来就感觉讲，哇，这就是咱会当接受的物件。
今年是陈树迪过身30周年，国立传统艺术中心特别举办音乐会、演讲和展览来纪念陈树迪。陈老师谱写台湾第一首合唱曲叫《上帝的羔羊》。好，那么呢，还有创作了呢台湾呢第一套钢琴组曲《台湾素描》。陈树迪在生的时阵，经过无共时代，点过无共所在，展览嘛特别点出伊使用无共语言的笔记。咱会当看到20世纪即寡文化人，因伫无共款的政体之下，伊爱用日文，伊爱用英文，伊爱用中文。因为伊是升学教育，所以伊用白话字。陈树迪毋但是音乐家，嘛是牧师加教育家，担任淡江中学的校长25冬。伊的学生嘛特别出席活动记者会，向大家分享伊印象当中的陈校长。以爱的教育去启发学生智慧，并引导向上，这是我对陈世志校长最深刻的印象。今年8月到10月，陈树迪纪念活动会分别伫台北甲高雄2个城市展出甲演出。记者林书豪、谢桂林台北报道。然经过波兰加德国的重要溪流奥德河，进前发生一鱼仔死几片情形。虽然已经检出这溪流内面有重金属，不过是虾米款的原因害死这寡鱼仔呢？目前还佫伫咧调查。位于奥德河东岸的波兰小镇斯乌比策加西岸的德国小镇斯维特，包括民众加警消环保单位的工作人员，拢咧模型将河边加岸边死亡鱼群的尸体收集起来，随后集中送往处理场。根据德波两国政府累计统计，一礼拜内已经收集大约10吨的鱼仔尸体。当地时间14礼拜日，两国的环境部长伫奥德河洼出海口的城市斯塞辛召开记者会，说明相关的工作进度。W związku z tym, że nie wykluczamy nadal wariantu substancji toksycznych, co może być związane ze sprawcą, który tą substancję do wody wprowadził, zależy nam na szybkiej identyfikacji potencjalnego sprawcy. W związku z tym została ustanowiona nagroda w kwocie $1 miliona dla osoby, która pomoże nam tą identyfikację przeprowadzić. 波兰偏向认为有人调港岛有毒废弃物，不过德国看法较保守。说伫波兰登堡的实验室检测发现，除了水银含量真高，河水中有真侪的盐分，也可能造成鱼仔大量死亡。 Zum Zweiten eben auch bei dem Forttreiben der Laboranalysen und dem Identifizieren des Verursachers dieser Umweltkatastrophe und drittens den Schlussfolgerungen für verbesserte Informationsketten für die Zukunft. 德国进前怪波兰方面，伫事发了后无第一时间通知德国，显示双方的沟通管道出问题。另外，因为需要为150样本中检测300种可能的有毒物质，所以实验室的工作由原来进行。公司新闻徐家人编译。伫昆啊，有居民想过散车，因为买袂起火炭甲茶，就用烧塑胶的方式来煮饭。不过烧塑胶唔但会有歹味，甚至有毒。 专家也经过讲这伤害身体，也会污染环境。昆雅首都奈罗比这个粪扫场有袂少人伫遮并来并去，伊并毋是为了资源回收，而是收集塑胶袋啊。这塑胶袋啊，摕转去平平开了后，普遍用来取代茶炭、香火煮饭。Motornya na odi teori to hita todo na ginya mabesa sia makaradio naga. Juga agaruga na makonia ne modo ko ta ko dam ping site ne. 明知影烧塑胶袋无健康，当地民众为了食下饱，亲像无别项选择，连餐馆为了节省成本，也改买俗的奶酪袋做叉烧。Ini asa kupiga hiyo tu fai. Ini asa kupiga na hiyo marondo. Nilikuwa napiga na kuni mbele. Lakini nikaona nini kuni imepanda, nikaanza kuona hiyo marondo mzuri. 昆雅这个贫民区原本卫生环境就差，爱滋毒品甲暴力现象真侪。不过最近全球性的交通泡沫问题更加严重，当地电了贵2倍以上买袂起的散车人，只好改用塑胶袋取代。不过专家警告，烧粪扫地所产生的气体对人体危害真大。 An example of the gas that is produced is actually dioxin, which is a very dangerous and toxic to human body. It predisposes an individual to non-communicable diseases such as lung cancer. It causes skin rashes because the gas is easily absorbed through the skin. It can also cause lack of oxygen and fatigue,
and therefore dizziness and headaches can also be witnessed by the people who are exposed to this particular gas. 除了有害人体健康，环保专家也指出，烧塑胶产生的乌烧烟有二氧化碳、加沼气等几啊种的温室气体，会对全球暖化造成冲击。困压贫民窟的居民，迫于经济压力，改用塑胶袋煮饭，却要付出更加悬的代价。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基隆到新竹对27度到35度，苗栗到云林对27度到34度，嘉义到屏东对25度到34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5度到34度。天后金门马祖对27度到33度，也有未来3个气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